2007年8月2日，华航 CI-12航班机载165个人降落伫日本那覇那霸机场。当无人机进入天气坪，引擎禁起来了，地勤人员发现讲正平导火，机长赶紧撤离所有人。后来调查发现讲，是华航的维修人员维修时，无用瓦舍螺丝零气去弹着油箱，发电机才会导火。2012年，中国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太太郭开来被审判，郭开来被指控指使薄家的大兴勤务张晓军杀害英国生理人海伍德。郭开来要求海伍德秘密移转庞大的海外财产，也过事后和海伍德恐吓，致使郭开来动杀机被判死刑。3年后，郭开来因为表现真好，减刑为无期徒刑。伊斯兰恐怖组织 ISIS 公布录影带，讲斩首美国记者詹姆斯·佛里。佛里伫2012年伫叙利亚西北边采访时被掠去 ，ISIS 恐吓1亿欧元的赎金。佛里的老母死结的走踪，最后佛里共款是难逃死劫。2014年8月2日，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，谴责伊斯兰国残酷的作为，表示讲只要有美国人受害，美国一定会替伊主持正义。